你有冇試過，身邊總有啲人，好似無形嘅吸血鬼咁，吸走你所有能量，搞到你心力交瘁、精神萎靡？係時候揭露佢哋嘅真面目啦！我哋每日面對嘅壓力源，除咗工作同生活，仲有好多嚟自人。佢哋可能係你嘅親人、朋友，甚至係同事。佢哋嘅言行舉止，會無形中不斷消耗你嘅精神。但係，點樣對付佢哋呢？佛法智慧話我哋知，不爭是最大的智慧。呢個唔係叫你認輸，而係提醒你，有時退一步，先係真正嘅勝利。點樣不爭先可以保護自己？學識設定心理邊界，勇敢咁講唔好，為自己嘅情緒劃清界線，保護你嘅內在平靜，係你最重要嘅責任。記住，唔同人爭，先可以真正贏到自己。